2526高級組銀牌第3場嘅8強賽事啊，喺北區運動場上演，由標準流浪對住九龍城啊。藍衫藍褲係標準流浪，紅衫黑褲就係九龍城啦。開波第一個話有威脅攻勢咧，嚟自標準流浪搶到九龍城標 up 嘅失誤啊！伊巴謙自己個大踏禁區。半傳半射抽到出嚟，彭利加斯接應撞入。上半場6分鐘，標準流浪領先1比0。哇！呢個波就真係九龍城嘅後防啊，嚴啟卓都有啲大意啊，諗住地波猜過嚟左邊俾個嘅姜正賢，但係俾快馬呢一個伊巴謙咧截到之後啫，一路推落去小禁區位置，狂抽之下個波係抽咗去遠處啊，俾迎埋嚟嘅彭尼拉斯咧一撞係應聲入網，1比0領先嘅。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嚟到九龍城嘅反擊啦。李俊廷嘅傳中，謝臣好輕鬆咁轉到身，左腳一射，但係過唔到接嘉宇嘅左腳。咁啊呢下波亦都係即係慘㗎，可以話係啊。咁啊謝臣就擺脱第一下咧就攞得好靚。咁啊可惜個波就真係落到左腳位咧撳過嚟咧就撳死咗個波啫。上半場標準流浪咧就靠好多個反擊啦，收到唔錯嘅效果㗎。彭利加斯做一個傳中，劉志樂一控一串都埋嚟，封天榮解到圍啊！咁啊落咗呢個波就完全係冇望一望喺伊巴謙位置啦，諗住撳埋嚟就有啊！呢個波就撳死咗，咁啊嘥咗一次黃金嘅機會。好啊，另一次見到係流浪嘅左路斬出嚟遠處，呢個波就伊巴謙飛到盡㗎啦，頭槌壓落嚟啦，可惜個波係頂咗落地下，彈一彈之後冇力之下，益晒對方嘅門將啊！咁啊葉桂華雙手接實嘅。咁啊張桂華接實咗之後啦，但係上半場咧九龍城嘅角球咧製造咗好多標準流浪嘅反擊出嚟啊！呢度劉志樂大踏步走㗎啦，一路推，忍住到力，傳去遠處，邊個喺度？伊巴謙頂咗落地下。伊巴謙嘅頭槌咧2次都係頂咗落地下，真係慘啊！呢個波真係可以話係完全俾佢有一個好好嘅表現嘅機會啊！一個反擊啦，短暫嘅3打3，劉志樂都好乖巧㗎啦，刻意忍住到力。接伊巴謙啦喺邊線 chip 到埋嚟安沙。推到埋去邊線嘅位置，刻意做個傳中，劉志樂無人看管，輕鬆撞入。上半場嘅48分鐘，領先到2比0。不過呢個波你亦都要讚一讚伊巴謙第一下話呢個波個傳送咧就真係落點好靚，益晒下依邊嘅安沙冚入嚟一攞望一望遠處，原來仲有個劉志樂，即刻迎埋嚟就射成2比0。隨住呢個入波啦，流浪上半場領先住2比0，見到港隊主教練韋斯活都係座上客。九龍城下半場一口氣換入3個嘅外援球員啊，雷仙奴就係其中之一。佢個角球咧斬到埋去遠處，俾到姜俊賢嘅，但係頭槌咧俾葉嘉宇封到。咁啊立功見影啊，即刻有個好嘅效果，但係可惜呢個波就頂得係比較係正一少少啦，啱啱就係呢一邊嘅係葉嘉宇嗰個位置。咁之後流浪一個好簡單教球抌到埋嚟嘅啫。到係前場一個3打3啦，彭利加斯控順咗腳面一兵，領先到3比0，係下半場嘅65分鐘。不過呢個波有彭利加斯雖然入咗波，但係佢處理第一腳咧個速度就比較慢，但係呢個嚴啟卓更加慢。如果早少少埋嚟逼嘅時間，相信有機會可以閂到。領先到3比0，大局已定。九龍城嘅後防線咧都不斷有唔同嘅犯錯。呢度基斯同姜正義唔會造就到伊巴謙嘅遠射，張清雲嘅執歸都係俾張惠華封到。咁啊，今日就冇波入咧，伊巴謙都可以話係純粹即係自己個表現問題啦嚇。咁啊機會就有㗎啦。咁啊可惜呢個波亦都係射得比較靜一啲。咁張清雲執雞之後啦，亦都受傷離場，由陳浩入替嘅。之後流浪尾段啦，換入咗好多年青球員啦。曾卓然埋到埋嚟，劉燕康嘅射門塔 Q， 但係仲好喎，塔咗俾劉志樂。林源祥埋齋，去到4比0嘅比數啦。依家個罰球開出嚟都算靚㗎，咁啊落點唔錯啦，令到對方嘅解圍咧有啲失誤之下咧落咗去劉燕康，咁啊嚟一個係窩裏抽射，但係個波就射唔正，益晒劉志樂啊！最終標準流浪以4比0擊敗九龍城，開季各項賽事4連勝。